Yes。大家好，我是阿基，我是福摩沙银行系统的头家。今日阮伫阮朋友道勋的店，这是 All Room，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雷鬼音乐，赞啊！福尔摩沙音响系统接下来要跟 Toha Radio 合作一系列的节目，那我们要来介绍雷鬼音乐。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做这一档节目，但是我自己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做。前阵子我遇到了 Toha Radio 这群笑脸啊，我就跟他们讲了这个计划。那他们听完也觉得还不错，蛮有趣的，也支持我做这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就一起决定合作来做这一档节目，赞。那我们现在在台南，这里是我朋友道勋的店，道勋，一起陶给的洗衣。对，那这里是台南一家非常棒的 Listening Bar。那道勋把店里面的环境打理得非常舒服。那在这边听音乐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棒，推荐大家来，谢谢道勋，好，那对，要顺便提一下，店里面是用 JBL 的古董喇叭，也有道勋自己收集来的古董家具，那在这边听音乐的感觉是真的是蛮舒服的，推荐大家来。如果你外县市的朋友你有来台南的话，可以来这边听音乐喝酒，非常棒。那另外，我要趁这个节目的时间来介绍我们福尔摩沙音响系统的 Soundman， 他是阿翔。大家好。好 ，Yes， 就是他是我们团队里面的灵魂人物。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福尔摩沙音响系统。那平常我们在 Party 的时候，他都在后台工作。你可能比较没有机会看到他，甚至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也不会知道他是我们福斯音响的 Soundman， 就是他阿翔，水哦。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内容，这一档节目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可以有更多机会听到雷鬼音乐。台湾的雷鬼音乐历史已经存在非常久一段时间了，但是一直以来它都是一种小众音乐。那我在想，很有可能就是比较少人去推广雷鬼音乐，而且雷鬼音乐的资料库非常庞大。如果没有人来告诉你说你可以听这个，你可以听那个，你可能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听。那这一档节目主要会分成5集，那这5集呢都会是雷鬼为主轴，然后会有其他不一样的分支音乐类型。那这些歌单呢，我们会整理成资讯，然后放在资讯栏里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听，好，那今天第一集我觉得非常重要，我想要献给所有曾经在台湾的雷鬼音乐努力过的所有的前辈们，shout out to所有前辈，你们是最棒的。如果没有你们，就不会有现在的我站在这里来跟大家介绍雷鬼音乐。所以今天的歌单100%全部都是我们台湾人自己做的雷鬼音乐。那这些歌单我自己排完听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用自己的语言唱出来的雷鬼音乐就是不一样，就是好听。尤其是我们今天有蛮多不同的语言，比如说有原住民语的达悟，也有排湾族的族语，然后也有台语、中文夹杂一点英文。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岛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文化，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我们应该要觉得骄傲，我自己就觉得很骄傲，好，这个 intro 有点长就是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一档的节目主要在干嘛，好哦，这样咱会当直接来听音乐，水啦。第一条歌咱要介绍的是一个乐团，叫做《荡在空中，海在空中》。我相信你若是要讲到台湾的雷鬼，你第一个绝对会想到的就是《荡在空中》。因较早有出过一张专辑，这张专辑40分钟，真正是一个你就无说你甲全部听好了。咱要听的这条歌是一大片的风景，烟斗飘撇，赞啊！
烦恼，我会歹势讲。等一杯，甲啉一个啦，我会感觉会舒适。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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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因为我要当徛等的这条路，因为我要当徛等的这条路，就等一杯，甲啉一个啦，我会感觉会舒适。等一杯，甲啉一个啦，莫搁安尼讲我，我就是一个孤单的男儿啊。风动就是阮的命哩。头前一大片的风景啊，拄着困难，我永远着袂甘苦苦苦苦苦苦苦。去着简单的形影，莫讲你心内是无半项，请你会记得心中简单的形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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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yes， 这是荡在空中的一大片的风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再继续做音乐了。但是他们留下了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Shout out to 艾崔伦 ，Shout out to Like You。顺便要谢谢 Like You 给我这首 MP3 的档案，我才有办法在这边介绍《荡在空中》。感谢罗兰。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我们要听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歌手，那他是我一个非常敬重的前辈，他的名字叫做张瑞全。他以前在政治大学教英文，他同时也是一位饶舌歌手，他长期都有在关注台湾的政治、社会跟教育，他是一位学者，那他写的歌词就是非常的棒，然后很有意识。他过去有做过几张专辑，那我们要听的是他创世纪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雷鬼歌曲，这首歌叫做《希望的所在 Hope is Here》。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棒，听下看麦。Relax。因讲咱无啥关系，咱家己相拍冤家。出世大汉共土地，无你我袂当飞。莫搁大声，莫搁相骂，唱歌啉酒烧酒来坐。有你甲我三角交陪，自由才会开花。真开我徛伫这，互因听着咱的声。这片土地拢无过客，生命着爱做伙。过来，无分东西，无边大海，较自在。过来，平分世界，唱互你知，希望的所在。Yeah, Brother Joe, yeah, once again coming back to you with some more positive rhythms. 因讲咱人梦伤济，迄囝一个都会导航听话。祖先花汗滴落土地，民主
爱继续互陪。你莫做我信耶稣，其实拢是同一条路。有你甲我三角交陪，自闭才会陪伴风吹。真亏我徛伫遮，无因听着咱的声，这片土地拢无过客，生命就爱做伙。起来，无分东西，无边大海，较自在。起来，平分世界，唱予你知，希望的所在。西，无边大海，较自在。起来，平分世界，唱予你知，希望的所在。Yes, yes， 这是张瑞全的《希望的所在》。那张瑞全有特别注明交代，在节目上播放这一首的时候，他希望可以从头到尾播放完毕，因为他认为除了他唱歌的部分，他的 backing band 演奏得非常好。也，那我自己非常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他说：“这片土地拢无过客，性命得爱做伙。”这是一句非常有智慧的歌词。对啊，就是台湾人爱团结的啦，较团结的啦。接下来下一首歌，下一组的艺人他们叫做铁虎兄弟，就是这一张，看得到吗？对，那铁虎兄弟呢，主要是由排湾组的瑞代，还有蓝屿达悟组的 Jeff 组成的团体。那他们的制作人是 DJ 泰。那这边要特别提一下，瑞代他是台湾早期的雷鬼音乐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位角色。那他曾经在台湾举办过很多大大小小的雷鬼活动。那他也有约日本的艺人来台湾演。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张专辑呢，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核能牌丁字裤》。2003年的时候在角头音乐发行。那专辑里面有 hip hop、R&B、雷鬼、dancehall、jungle， 甚至你可以听得到 two step 的音乐。那专辑里面用了非常大量的原住民元素的音乐。
你可以听得到 Jeff 他在唱的是达悟族语，然后你也可以听得到排湾族跟卑南族的古调。这是一张很棒的专辑 ，DJ 泰的制作功力非常棒，那我们要来听的是专辑里面其中的一首雷鬼歌曲，它叫做《My Conquer》，我的那根。Trying to conquer Jaja children. You need to know they never gonna conquer Jaja children. You're naughty, I know. The time again as you're going up with you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All of your time. Don't you waste, don't you waste, don't you waste all of your time. Don't you waste, don't you waste, don't you waste all of your time. Yapi ya suyu zumi baci kujenyo Yapi ya de tauda Yiku ngonyo baci Yapi ya siyu zumi Yakawu ya dede Baci jami si tahu Kana tahu malaga Yiku mo panci Yapi ya su ameju Kana yaru su tauda Baci jagen Yiku ngonyo baci Yiku ngonyo baci jagen tahu Say they're trying to conquer Aboriginal people, but you know they never gonna take away our roots and your culture, you know. The time again is to set you up with the Brooklyn system. It is your time. Don't you waste, don't you waste, don't you waste all of your time. Don't you waste, don't you waste, don't you waste all of your time. Yaru usu yin zumi Kanda yapi ya tahu na mendoja Ikanyu ya ikun gara lai shira Yamala tahu da Baci nyo yin zumi Yapi ya su tahu da Ikunyu baci Katunga si yin zumi Yapi ya su tahu da Nakawu ya dede Baci naga Malaga Buka tengah jaman Iku mo baci Jangan mudu bongso Kala yakin Soon we'll break through, coming right top. So, youth man, what you got to do? Show me do. So, youth man, what you got to do? Show me do. I said, Yamanu yung yin zumi Yamata ng mirilya Yaru usu parai Api ya mi parai Yakawu ya lira Yabaci kwan si lompanda kanda Yamanu yung si yin zumi Baci nyo jaga Iku nyo yakap jaga Yap suner pi Yapu suner pi du yin zumi Yapu iku kanyari Yang ayu du japi Tan silai Di kanyu nyari ya oh,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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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 Say they're trying to conquer all their children, but you know they're never gonna conquer our creation. Not you know. The time again to set you up with the book wash system. It is your time. Don't you waste, don't you waste, don't you waste all of your time. Don't you lose, don't you lose, don't you lose all of yourself. Nila si Maiwan, get up, stand up. Nila si Tao, get up, stand up. Nila si Uluma, get up, stand up. Nila si Amis, get up, stand up. Nila si Zulu, get up, stand up. Nila si Tayan, get up, stand up. Nila si Woodloon, get up, stand up. All of the people that can't talk a lot. The sooner break through, we're coming right up. Youth man, what you got to do? Should be do. Youth man, what you got to do?
Okay, next track. 耶，这是铁虎兄弟，是不是觉得超赞？好，那你可以听得到 Jeff 他在唱达悟主语的时候，跟雷鬼音乐是非常的契合。那Red Eye Patrick 他的牙买加腔也是非常的好听。耶，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下一首歌一样是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那这一首歌他们把排湾族的古调唱进去，那前半段它是 dance hall 的节奏，后半段是转成160 BPM 早期 jungle 的那一种舞曲的感觉。这一首歌非常非常棒，来听听看。Some of them boops and some of them boopsies, some of them nails to the max. Some of them are doctors, some of them lawyers, some of them smoke to relax. A woman have a right, man have a right to say you no hurt me, man never hurt you. Say a woman have a right, man have a right to say you no hurt me, man never hurt you. Say you undercover lover, say you undercover lover. Respect all women in the area, ma say you undercover lover, me a undercover lover. Respect all women in the area. Whether them a boops and whether them boopsy, whether them ill to the max. Whether them a doctors, whether them a lawyers, whether them smoke relax. Say I love of your woman. Every man get a love of your daughter. Everyone get a kiss up your mama. Everyone get a hug up your grandma. Everyone say I undercover lover, me a undercover lover. Respect all women in the area. I say I undercover lover, me a undercover lover. Respect all women in the area. Whether them a books and whether them boopsy, whether them ill to the max. Whether them a doctors, whether them a lawyers, whether them smoke to relax. A woman have a right, man have a right to. So they not hurt me, me not go hurt you. Woman have a right, man have a right to. So they not hurt me, me not go hurt you. Woman have a right, man have a right to. So they not hurt me, me not go hurt you. Yes, yes， 铁虎兄弟是超赞。他们的音乐可以在 Apple Music 买得到，也记得他们的名字铁虎兄弟。
And yeah, big shout out to Red Eye. If you are watching this, I'm sending all my love, all my respect to you and Jeff and DJ Tai. Yeah, big up all of you, all massive. 接下来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的这一个也是一样原住民的乐团，他们叫做图腾乐团。我记得是在2003、2004的时候，我去了春爱音乐节，然后听到图腾乐团的演出，那一听神主顾。这张专辑他们只出过一张专辑，但是这一张专辑已经够了，非常好听。那我们要听的是专辑里面的《One More Time》，这是一首很经典的 One Drop 的雷鬼的 style。Yes， 听听看。走在都市里的小街上，公主的衣裳，疲惫的感伤，一手挂在肩上。谈不上什么，谈不上，谈不上是迷失或失望，只是我练习在都市的生活上，有点困难也跟不上。哦，啦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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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心中有首歌好像是这样唱：吧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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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想到什么就随便唱。哦，杂七杂八杂七杂八的想象，脑袋转呀转转呀转不简单。哦呀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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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找些朋友来一起唱。One more time， 快乐的 One more time， 烦恼的说拜拜，做错了就从头来。One more time， 用着快乐的心情 One more time tonight， 随着音乐摇摆，让我们一起来。走在都市里的小街上，工作的衣裳，疲惫的感伤，一手挂在肩上。谈不上什么，谈不上，谈不上是迷失或失望，只是我练习在都市的生活上，有点困难也跟不上。哦，啦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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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心中有首歌好像是这样唱：吧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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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想到什么就随便唱。哦，杂七杂八杂七杂八的想象，脑袋转呀转转呀转不简单。哦呀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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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找些朋友来一起唱。One more time。错了就从头来 ，One more time， 用着快乐的心情 ，One more time tonight， 随着音乐摇摆，让我们一起来 ，One more time， 快乐的 One more time， 烦恼的说拜拜，做错了就从头来。随着音乐摇摆，让我们一起来。哎呀，图腾的 One More Time 这首歌非常的好听。
那图腾乐团已经没有再继续做音乐，那他们的主唱署命现在还在音乐圈里面，支持一下署命，耶、好，那接下来要听的这个乐团，他们是一个新的乐团，但是他们的成员都已经是老咖，然后都是老师级的人物，耶、这一首歌，哦，他们这个乐团叫亚曼 Social Club， 这一首歌是他们的 Give Me a Lighter。非常幽默风趣，很喜欢，推荐给大家。群中，一名浓妆艳抹的女生向我面前靠过来，幻想她到底要干啥？也许排队以后带她回家。一瞬间，她的手不听话，迅速溜进了我裤子口袋，然后又靠在我耳边稀稀疏疏、稀稀疏疏地说：“喂 ，Give me a lighter， 嘟嘟嘟 ，Give me a lighter，Give me a lighter。”Give me a lighter, give me a lighter, oh, give me a lighter, oh, give me a lighter, da da da, give me a lighter.为什么他点了支烟，于是背对着我转身离开？我还以为今晚会有艳遇，感受从小雨小的快感。不啦，失望的我也点了根烟，才惊觉刚接触的我还没还。冲上前拍拍他的肩，唧唧歪歪唧唧歪歪的说：“哎，帮我来一档，嘟嘟嘟 ，Give me a lighter，Give me a lighter。”Give me a lighter, oh, give me a lighter, give me a lighter, oh, give me a lighter, da da da, give me a lighter。来大街了，千万不要呼唤。来大街了。千万不要呼唤，来他一个才20元，嘿，你自己不会去买哦。来他一个才20元，你自己不会去买哦。来他一个才20元，你自己不会去买。来拿一个才20元，你自己不会去买啊 ！Give me a lighter， 嘟嘟嘟 ，Give me a ligh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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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Give me a lighter，Da da da，Give me a lighter。Yes， Yaman Social Club， 他们是新的乐团。那去追踪他们的粉丝专页，追踪他们的 IG。那他们现在人在恒春，常常有活动，可以去看他们的演出。Shout out to Yaman Social Club，Shout out to 海岛电波的阿曼，谢谢你们做这么棒的音乐，继续加油，赞赞赞！好，
刷来后一条歌，咱要听的是，嘛是一个新的乐团，因叫做安心自在所。咱头前第一条歌听的是《荡在空中》，《荡在空中》的主唱叫做赖 Q， 虽然讲《荡在空中》无继续做啊，赖 Q 买手家己搁做另外一个乐团，这个乐团就叫做安心自在所。因去年有出一张新的专辑，咱要来听的这条歌叫做《大力音乐声》。这是正港的台湾人的气口，台湾人的气魄，超帅引导，介绍你听。时间是梦。
Yes， 安心自在所的打的音啊，现在这一首真是超帅超酷，他们的音乐可以在 Apple Music 买得到，去买他们的歌，支持他们，让他们可以继续做音乐下去。Shout out to Like You， 你真的是超棒的。好，下一首歌我们要听的是斯卡拉大乐队 Skara OK。那Ska 这种音乐类型啊，它是可以说是雷鬼的前身。在雷鬼还没成型之前呢，在差不多194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爵士乐融合了牙买加当地的民谣，还有加勒比海的 Calypso， 这3种音乐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是 Ska 的音乐类型。那它比较 upbeat， 它是一个要让你跳舞的音乐。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是 Skara OK 的 Run Formosa。穿上你的球鞋，永远都不妥协。不要管它几点，只要达到终点。好好把握时间，找寻你的空间。只要勇往直前，梦想就会实现。穿上你的球鞋，永远都不妥协。不要管它几点，只要达到终点。好好把握时间，找寻你的空间。只要勇往直前，梦想就会实现。这是斯卡拉大乐队的 Run Formosa， 超级欢乐的一首歌。接下来下一首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乐团，算是这几年才刚成立的，比较新的乐团，他们叫做特特的感觉比较像是 psychedelic rock 加了
融合了 Dub 跟雷鬼的元素，他们也有用了大量的台湾民俗音乐。这一首歌是专辑里面的八面。四户八聪明，玲珑壁上青，外栏黄鹤下，中柱子之声，每代云霞色，试问箫管声，望君间有月，窗盖烟沉沉，四户八聪明，玲珑壁上青，外栏黄鹤下，中柱子之声，每代云霞色，试问箫管声，望君间有月，窗盖烟沉沉。四户八聪明，玲珑壁上青，外栏黄鹤下，中柱子之声，每代云霞色，试问箫管声，望君间有月，窗盖烟沉沉。Yes， 这是特特的八面，真的是超帅的。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乐团叫做蓬莱仙山。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蓬莱仙山。那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出了一张同名专辑，
那他们是以 Rocksteady 的华语的 Rocksteady 为主，他们的感觉比较抒情跟浪漫一点。这张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做的超级帅，超级帅。这首歌叫做《Ghost Town》，它是很经典的一首雷鬼歌曲。那这是他们这一首歌的节奏叫做 Step Up， 这是要让你跳舞的音乐，耶、Yes, yes, yes， 这是蓬莱仙山的 Ghost Town， 他们不是只有抒情跟浪漫而已，他们做这种 Step Up Beat 也是超级好听。也 shout out to 何浩，请继续加油，继续做音乐。那蓬莱仙山的专辑你可以在 Bandcamp 买得到，去买他们的歌，支持他们，让他们继续做音乐。好，
接下来下一首歌要来介绍的是才能有限公司。才能有限公司他们是以雷鬼为基底，然后融合了非常多不一样的音乐元素在里面，比较难去定义他们的音乐类是像是怎么样。他们就是才能有限公司啊。那这首歌是他们的迷你 EP 里面的其中一首，叫做《海风吹》。山脉，吹过山中的花蕊，吹入山迄边的风景。海烟月，飞过落雨的城市，日落光身的世间人啊。看伫大雨中行。咱就随白云去流浪。若是落大雨，咱就随冷风来唱一条飘飘的歌。
Yes， 这是才能有限公司的《嗨红吹》，也非常好听。虽然才能有限公司没有再继续做音乐，那他们的各自的团员都有各自的发展。Shout out to 孟轩 ，Shout out to 冠真，请继续加油。Yes， 好，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个乐团，他们叫做看日早晚。我非常喜欢看日早晚，他们的风格就是很浪漫抒情。这一首歌是他们的红，歌手是林玉君。这首歌的和声写得很好听，酥麻浪漫。这是看日早晚的红。其实这一首歌我有去他们的专场看现场，那听到一半的时候，我自己真心的认为这一首歌一定要做成dub版本，那一定会很好听。那我也非常建议所有台湾的雷鬼乐团、雷鬼歌手，你们的音乐如果都可以做成dub版本的话，那会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dub 是雷鬼文化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好，那
接下来就是我们节目今天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我觉得放在压轴是非常适合的。那我们前面有介绍铁虎兄弟的 Red Eye， 他的乐团叫做 The Outlaw Rhythms。那他们在好几年前，可能是2003年的时候吧，我忘了是在 IndieVox 还是 MySpace， 他们试出了这一首歌。那我当时候听了，我就觉得超级喜欢，然后我很不要脸的去跟他们要了这一首 MP3 的档案。那 Red Eye 他也非常的大方，就直接把这一首档案给我，他也没说什么，就是直接给我了。那从那之后呢，这一首歌就一直在我的硬碟里面，我时不时就会拿出来听。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一首歌，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那如果你说我今天要去了一个荒岛或是一个不知名的星球，那我只能带10首歌的话，这一首歌一定是我的第一首。那他们把台湾一首很知名的歌谣做成了 Rocksteady Lovers Rock 的版本。这首歌是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遇见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情意。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情意。Yes, shout out to Red Eye， 我只在乎你，超赞。Yeah, once again, big up to Red Eye, aka Patrick, aka 恰巴给 You're the boss, you're the man. Yeah. 那这一首歌没有被发行过，那我想应该也不会被发行了，就让它留在我的 USB 里面吧。赞了，看真的超爽。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档的节目。今天这一档的节目应该就是到这边了，耶！谢谢大家今天来，谢谢大家今天来，耶！谢谢谢谢谢谢，耶！Toha Radio， 福尔摩沙音响系统 ，All Room， 我们下一集见，拜。